比较多记录的当然就是罗马共和国，就是309到公元前27年，这个比较早，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比较受欧洲人知道了。但是罗马的历史呢是一直在变的，罗马的制度，所以有个评论家朗西耶说，这是永久的互相不同意的一个这样的制度 ，permanent disagreement， 罗马的制度没有一个单一的故事的，罗马人也没有自己写出来的宪法，对他们的自己的政府的形态没有好像古希腊人这样用这个哲学角度去把它整理出来，罗马人没有。但是古希腊人跟古罗马人呢，都不会接受现在的这个授权代表制，因为他们很强调所有的成年男人积极参政的。古罗马有个好处就是，他们共和国的时候能坚持了好几百年，不断用大家在政治领域讨论的方法解决问题，直到共和国的晚期开始有暗杀，开始有暴民出现。当暴民介入了这个一个共和国想用议政来解决事情，出现暴民出现那个暗杀的时候，这个共和国后来就维持不下去了，就转成后来出现独裁跟帝国出现了啊。这个是罗马的情况，所以其实就算罗马也不是现在的我们待会受到的代议民主制的一种就很明显的样本，其实不是。所以欧洲的现在民主制，并不是因为它有个什么传统，古代传统而真的出现，它最后出现在欧洲，另外有一个原因。所以现代民主制怎么形成呢？其实我们在说的是所谓授权代表制怎么生成，因为欧洲根本没有从来到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都没有说用直接 democracy， 除了都不是用 democracy， 现在也不是，所以其实它是一种代表制。代表制是中世纪在欧洲是慢慢有发生的，比如法国出现1302年就第3等级就出现了，但14世纪英国是最关键的，是改变很多就是这个代表制的真的是起源，就是他的君主要跟他的贵族议会共同统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贵族要派代表去这个议会。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所谓无指令，就是 not having mandate， 就是代表去到是委托他人是没有指定他要做什么的，只是选了他，他们唯一的能力就是选他就去了，他怎么投票，最后的决定是必须遵守的，大家。这个是英国当时已经开始了，就是14世纪，就是所谓 not having mandate。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所有的都是大多数就决定，多数决定少数。英国的议会制呢，基本上在1688年后已经是占了比较主导的位置，所以当时很多反对议会制版叫议会叫绝对专制权，是骂议会是绝对专制，他们当时还不接受议会，还说这个。有评论家说，现代的民主一开始就是有独裁这个成分，就是指英国的议会，他们因为他们的决定是大家要遵守的。18世纪1776，大家知道美国革命，其实一开始就是用了之后的制宪就是用代表制的。到法国大革命前有2个主要的主张宪政的，一个就是西耶斯。一个就孔多塞，他2个都立场不太一样的，可能一个保守点，一个更激进一点，但是他们都是支持授权代表制的，所以授权代表制慢慢就形成了，好像是一种现在的一种民众授权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方法。从英国开始到美国到法国大革命，都是这样支持这个代表制，而不是古希腊的 democracy。
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也很多根本是防大多数人的暴政的想法的，是更多，就是怎么去让群众不能完全左右政治。比如说，为了防君主政治，孟德斯鸠他们谈的三权的分立，这其实三权分立跟democracy没关系的，甚至是反democracy的。democracy也翻成直接民主嘛。后来我们其实这个是反对的。法治慢慢出现了，常设的官僚也开始出现了。从美国的开国元勋阿当斯到后来 Tocqueville， 到英国后来的自由主义者John Stuart Mill， 都是在防大多数的暴政的。所以好像卢梭这种平民主权直接自治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在边缘的，完全不是主流。卢梭也是反对代表制啊，卢梭是反对代表制，当然很有趣。孟德斯鸠这个算是贵族自由派的，其实他也反对代表制，不要让绝对君主权扩大，要让贵族跟其他的阶层也能分权，权力怎么从行政部门也分给其他的法院啊等等部门，他是想的是分权来平衡这个专制，所以他们并不是赞成代表制，但是其他的人其实都赞成代表制的。那这里就要回头说一点，当时出现的现在我们叫启蒙运动的一个东西，这个对形成的今天的制度也是很有关系的。那启蒙运动大家一般会谈到，比如政治上会谈到社会契约论的霍布斯啊、洛克啊、卢梭啊这些，其中还有比如说格鲁修斯开始谈自然权利，康德谈个人自主权，所以当时的法治、宪政、分权、世俗主义、人权、表达、平等等等这些观念开始出现，是在启蒙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启蒙的集这么多种思想的一种简单的表达。这个博爱都要说一下，博爱其实在后来欧洲也要叫团结，其实就是说还是一个共同体内的，共同体内的人应该互助，所以有点像我们的同舟共济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如果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自由平等同舟共济。我这里会用那个有个叫 Jonathan Israel 的学者，他把启蒙的分成激进的启蒙跟温和的启蒙。激进的启蒙是支持全民做主的代表制的，但是温和的启蒙呢，不是很赞成全民做主。温和启蒙的包括孟德斯鸠跟那个伏尔泰，他们其实是希望君主制的，开明君主也是他们希望的，不行的话也是各种阶层一起共治的。但只有激进启蒙是代表全民做主的，他们是从斯宾诺莎开始的，然后去到迭德罗的百科全书派，然后后来所谓哲学派啊，就是孔多塞啊、霍尔巴克，还有维修斯啊、美国的潘恩啊这些，所以一个如果用伊斯流的说法，其实启蒙就是分了全民做主启蒙派和不需要全民做主的启蒙派两种。我们知道，都到了大革命1779开始之后，当时他们的国民立法会议，一边就是保王的人比较多，所谓右边啊，那边是在左边坐的左边的就是吉隆特派。吉隆特派其实都是主张21岁男人只要没有铺役的话，都有选举权，所以就是他们也是全民做主派的一部分。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包括布里梭、罗兰夫人、孔多塞这些，他们都要求是代表制，而不是直接全民自治。但是他们后来在斗争中比他们更左的所谓三月派，他们的领袖包括马拉、包括罗伯斯佩尔这些斗下来了。这个吉隆特派都上了断头台的，其实才出现这个后来的恐怖专制，罗伯斯佩尔的恐怖专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呢，罗伯斯佩尔这个是
走得更偏的，是一种卢梭主义走得更偏的，而不是主流的要求全民做主的启蒙派。启蒙派的主流是应该是吉隆特派。这法国大革命最后失败了，这也是启蒙的失败。但是自由平等、共同体的团结这些口号已经鼓动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口号在19世纪出现了几种运动，这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一点的。第一种就是自由主义运动，这个字本身也是19世纪初才出现的。这个洛克的传统，虽然洛克是比较早的，但是到边森到穆勒他们是19世纪的一个运动。他们要谈的是人权，谈的是要限制政府，这是他们重点的东西。同时在商业上，他们在主张市场主张市场开放。另外一个也是同一时期出现，也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个想法，里面有四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新西蒙、傅立叶跟马克思。我把马克思当成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他1948年的共产党宣言其实是个乌托邦空想主义，基本上，所以他们都是空想主义。他们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是，突然从那个启蒙这么多想法里面，特别强调了经济，希望建立一个经济上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一个乌托邦。所以从欧文空想到马克思的空想，都是有这个想法。他们都不太重视自由主义的议题，也不太重视第三种选举民主这个议题。所以第三种就是民主主义。我们可以说民主主义跟自由主义还不一样，因为很多自由主义者当时是不赞成民主主义的，不赞成民主的，就扩大平民选主权，就是像代表授权的权。这种追求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跟自由主义追求的东西，是另外一条线在19世纪慢慢出现的。我待会下一节要说到是这个。先说另外三个小的思潮，一个就是女性的启蒙，就是在18世纪已经有好几个女性作家写过这些东西。最后一个出名的 Wollstonecraft 这个女士1794年写了女性权利，这种都影响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真的实现。女性主义者往往后来跟这个民主主义者也会走在一起，因为他们后来女性也争取民主。另外他们跟我另外一个潮流就是废除奴隶。废除奴隶是跟女性主义是在英美是同步的，基本上是。18世纪的时候，已经美国有些教会已经特别是贵格派是反对奴隶，因为违反基督教义，不人道。但是其实大部分美国总统在他美国内战前，除了一个之外，好像都是拥有奴隶的。美国总统都拥有奴隶的。但是到19世纪了，刚刚说了，已经到19世纪启蒙之后了。启蒙之后19世纪的确大家都开始反对了，比如说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比如说苏格兰的弗兰西斯莱特，他就是既是女性主义者，但是他去了美国发觉奴隶之后，他献身在反奴的运动上。其他的思想家叫本森跟穆勒都是反奴隶制度的。这个跟后来的族群平等什么都已经这条脉络。最后一个第六个潮流其实也是在启蒙开始，然后在作为19世纪大家不说启蒙之后出现的一个潮流，就是这些共同体变了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主义。首先就是拿破仑，他用军队都是国民军，以前都不是国民军，他现在要征兵国民军，用法兰西的民主主义，口号是要输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启蒙的普世观念，去到给欧洲。其实他是用民主主义，他就激发了特别大的反弹。比如说德国的费特，什么都是因为这样开始提倡民主主义。德国的狂飙运动等等都开始了，就是因为拿破仑打过来，然后各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包括波兰、俄国都有民主主义出现。
民族主义、强化的民族国家之后，出现了帝国主义，所以19世纪后期殖民主义就扩大了。沙俄、帝德、比利时的皇帝，英国不用说，连法国第三共和国是个共和国，但是法国恰恰是第三共和国时代发展它的殖民地是发展的最厉害的，是最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一方面启蒙让每个共同体更清楚自己，然后他们都产生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这个后来当然也影响到很多拉丁美洲什么要求独立，要自己建国啊。所以从启蒙后的六个运动6个遗产吧，从选举制度，我们谈到今天的提出是选举这个制度，从英国开始的无指令的授权，这个代表制，经过启蒙到跟19世纪就慢慢变成了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标配了。这种是一种反全民直接管制的混合制的制度，这个的确是西欧英美人的发明，连支持民众制做主的潘恩，美国的潘恩都说，当年如果雅典人知道用代表制，他们的democracy都会有更大的成就。连当时他们大家都只觉得用代表制的。那我现在说到已经第6个阶段，第1个阶段的题目是从非全民做主到全民做主。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制度有很多复杂的线，有一条线呢，到今天几乎是大家都做到了，就是全民做主，就是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做主的。只是怎么做主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是个过程啊，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在英国开始代议制的时候，代表制的时候，到下议院只有5%的男性是有投票权的，20岁以上的男性。到1831年，只有7%的人可以投票。1832年，当时大家有个改革方案，大家很大期待，最后还是没有取消，必须要有财产的人才能投票。所以1838年，这19世纪啊，1838年出现了很大的一场宪章运动，是工人阶级推的。当时他们提出6个点，所有成年人男人都可以投票，投票要保密，就不是公开你投了谁。议会每一年改选，不是5年改选一次，当时的5年，所有选区要大小要一样，议员要有薪酬，取消选民被选人的财产条件。这个宪章运动1839年交了一个签名给当时的议会，125万人签名，给议会否决了。1942年再来一次，300万人签名，给英国议会否决了。1848年再来一次，又给否决了。但是呢，在否决同时呢，你看经过很多年，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又增加了一点可以投票的人，那年只有16%，增加了16%。到1884年，这么晚了，英国议会才决定给30%的人投票，这男人呢，成年男人。要到1918年，一战打到最后的时候，因为都要这些工人阶级去打仗的嘛，才决定开放给所有男人74%男人。这1821年的1821年才74%。然后当年的宪章运动，19世纪宪章运动的5个条件，除了一条都接受了，除了哪一条就是议会还是不能改成1年一次，其他的什么所有成年人男人都可以投票，选区大小差不多，有薪酬，不要财产条件。到一战后英国才达成的。女人呢就要到1925年，你想想从法国革命18世纪末要到1925年，女人才拿到投票权。法国革命1793年没有完成，它是它的一个法属的殖民地海地呢，其实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1816年所有男人都可以全部投票，全部男人都可以投票。法国自己要到1848年，男人才可以所有的投票，女人要到1941年才能投票。美国是也算是比较早，给所有刚刚说的所有男性、白人可以投票的，可以普选的。然后到1865年内战之后，就是废奴之后，第15修正案给了以前的非洲裔的奴隶都可以投票了。女人要到1920年，也是经过很多年的争取，女人才拿到的。但是因为南方各州呢，用自己，因为美国的权很多放在州，州又自己立法，所谓居姆克罗法，就是种族隔离法，还是各种限制，最后要到约翰逊总统1965年才签订，基本上黑人才都能自由投票，直到1965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过程，就是现在。民主其中一个我们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全民投票、普选，所谓所有成年的男人、女人，只要是国民，不管族群等等，都能投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经过非常长的争取。但是这个基本上做到，所有现在的民主国家基本上做到这一点。